最近有一間尖沙咀酒店回歸自助餐，以海陸燒烤做主題，有燒新鮮龍蝦、燒大隻嘅老虎蝦，有現場鐵板即煎，包括鴨肝、鮑魚、日本和牛粒，仲有泰式主題嘅船麵、大蝦冬蔭功、阿拉斯加帝王蟹、雪場蟹腳、龍蝦。今次嘅酒店係太子酒店，位於海港城裏面。廣東道入口就喺蘋果商店對面，入口亦都係阿瑪尼隔籬。見到呢條柱，跟住指示入去，一直行到尾。好快就見到左手邊呢個入口，跟住行上去就係酒店大堂。入到去轉左手邊，行到尾就見到電梯大堂。今次自助餐嘅餐廳叫做 Savi， 佢位於3樓。片尾會介紹返自助餐嘅價錢。上到3樓就見到入口。自助餐由6點半食到10點，可以食足3個半鐘。呢個入口就對正甜品區。餐廳嘅面積都好大，其實佢仲有一個入口就喺商場嗰邊嘅，可以 shopping 完之後經商場入嚟。我由呢個入口帶大家入去睇下呢個餐廳。入口就係一個大水吧，佢呢度都係有酒賣，可以喺度飲下酒，同朋友 happy hour。呢個水吧位亦都係自助餐 DIY 飲品嘅位置，之後會介紹返。呢間酒店位於奢侈品商場裏面，餐廳格局都好高級，座位都好多，台與台之間都有距離感，光線都好柔和，為客人提供一個舒適嘅空間。行到中間就係酒店上嚟嘅電梯大堂，經過甜品區，再向前行就係主要嘅食物區。左手邊就係熟食區，右手邊就係凍海鮮同埋冷盤區。我到嘅時候，自助餐仲未開始，職員仲準備緊。見到呢邊嘅佈局，客人嘅台都係靠右手邊，食物就靠左邊同埋中間位，攞嘢食都比較方便。過咗凍海鮮區，就係湯同埋飲品。另外左手邊就有咖啡機。行到最尾就係日式同埋鐵板區，呢邊有落地玻璃，有自然光透入，可以望下外面嘅景色，亦都有好多座位。介紹完餐廳嘅環境，相信大家都好心急睇下有啲乜嘢食。首先去日式同埋鐵板區睇下，有幾款壽司同埋手卷壽司，魚生都有7款。有紅鯛魚、吞拿魚、油甘魚、帶子、三文魚同埋八爪魚。鐵板區呢邊就非常吸引，有現場即燒嘅食物，有和牛粒、燒鴨肝、燒鮑魚，客人每次可以攞1份。我哋睇下師傅點樣現場即燒。而家燒緊鴨肝，上面就鋪咗啲青蘋果，食嘅時候就會冇咁油膩。下面就有梳打餅。見塊鴨肝都幾厚，亦都煎得好靚。跟住就燒鮑魚，師傅淋上去嘅應該就係香蔥醬。上碟嘅時候都加返個鮑魚殼，賣相都好靚仔。跟住就係和牛粒，睇落啲牛都幾大粒，睇佢煎嘅熟度都係大約70%。上碟嘅時候都加返啲烤蒜片。我食鐵板燒都中意食呢啲烤蒜片，好香口又脆。食呢個自助餐，呢3樣鐵板燒真係唔好錯過。凍海鮮亦都係重點嘅回本位，有6款咁多，有阿拉斯加帝王蟹、雪場蟹腳同埋龍蝦。先睇阿拉斯加帝王蟹，
睇啲蟹腳都好粗又大條，蟹腳嘅殼都預先拆開咗，食嘅時候都好方便。跟住就雪藏蟹腳、青口、螺、凍蝦，仲有開邊龍蝦，睇嚟啲膏都幾多 ，size 都算大隻。最尾嗰盤都係凍蝦，呢邊有預先配好嘅各式沙律，總共有10款。我哋又逐一睇下，其實呢啲沙律都包含咗各國嘅風味，有日式、韓式、意式、印度、泰式、中式。呢個就唔係沙律啦，係口水雞，辣辣地。呢邊就係芝士凍肉區、沙律區。芝士有2款，其中一款就係洋芝士，比較特別。凍肉有3款，凍肉呢邊都有幾款配菜。新鮮沙律菜就有6款，就有車厘茄同埋粟米粒。撈沙律嘅醬都有5款，最特別嘅有芒果醬。跟住過嚟呢邊熟食區，呢邊就有好多嘢食。今次嘅主題海陸燒烤，亦都係集中喺呢一度，有松露薯條同埋炸魷魚，有燒三文魚、烤焗黑豚肉，仲有香草牛油燒龍蝦。每人每次可以攞1份。見到廚房都準備咗好多龍蝦。呢個燒龍蝦亦都係燒烤嘅主角，亦都係必食之選。師傅將啲香草牛油放喺龍蝦上面，燒一燒，焗一焗，焗佢一陣，啲香草牛油滲落啲龍蝦肉上面，出嚟就非常之香，熱辣辣，燒得都好靚。呢邊就係熱食區，除咗中式之外，主要都係印度同埋泰式。呢幾款就係中式。泰式嘅代表烤豬頸肉、紅咖喱鴨胸肉。泰式當然唔少得船麵，有9款調味料，有船麵嘅湯底、6款餸菜、3款粉麵。見到有豬肉丸、魚蛋魚片、豬潤、銀芽，仲有雞蛋。想點樣配就同師傅講，錄好晒啲配料同埋粉麵，加埋獨有嘅薯麵湯底，一碗材料豐富嘅泰式薯麵就大功告成。另一個泰式嘅代表就係大頭蝦冬蔭功，見到啲蝦都幾大隻，現場見到個湯都好濃，聞到都好香，熱辣辣夠晒野味。呢度有番茄醬芝士意大利蝦麵，呢啲紅吸管冬蔭功半自助午餐先有，睇嚟都幾有噱頭，可以打卡影相。仲有一樣燒烤食物就係燒老虎蝦，啲老虎蝦都好大隻，掛晒出嚟吸引啲食客。喺呢啲老虎蝦嘅下面就係印度薄餅同埋烤餅。烤餅就係師傅現場即做，將麵團拋成一片，表面加上少少粉，然後放入烤爐，幾分鐘之後個烤餅就出嚟啦。烤餅可以配下呢啲辣嘅醬汁，例如印尼烤魚、印度咖喱雞。我拍嘅時候仲未出到。除咗印尼印度風味，仲有韓式炸雞，當然仲有香港味道，有烤鴨叉燒，之後亦都有燒肉。除咗肉之外，仲有魚，清蒸比目魚，呢條魚都好大條。跟住就睇下啲中西湯，中湯就係蟲草花螺頭雞湯，西湯就係西蘭花忌廉湯。餸湯嘅麵包都有好幾款，有軟有硬。壓軸嘅當然係甜品，呢個 corner 都唔少噶。首先係朱古力噴泉，呢個應該都係小朋友最中意。有牛角包、手指餅、窩夫、蜜瓜菠蘿、棉花糖、Oreo、彩虹碎糖。呢張甜品台有大約10款嘅甜品蛋糕，見佢做得都幾精緻。另外有3款水果，包括蜜瓜、西瓜、菠蘿。我哋逐款甜品睇下，有我中意食嘅檸檬撻，呢個落重料嘅雙重朱古力蛋糕，
呢個焙茶奶凍都幾特別，有手指餅藍莓芝士蛋糕，呢度竟然有楊枝甘露，呢種就係常見嘅藍莓芝士蛋糕，仲有啲軟糖同埋曲奇。呢一張台就係泰式甜品，一碗碗嘅配料都有成10款。見到有芒果同埋椰奶，應該都有糯米飯。呢邊就有幾款常見嘅泰式甜品。呢個自助餐都係泰式主題。水吧嗰邊就有 DIY 嘅泰式飲品，可以自製泰式椰汁冰。仲有幾款罐裝飲品。熱飲有香茅薑茶，我都自製咗一杯泰式椰汁冰。除咗泰式飲品，仲有呢啲正常嘅飲品，可以沖檸檬茶，茶包都好多款。2款果汁分別係橙汁同埋蘋果汁，有自助咖啡機，亦都有2款膠囊咖啡。呢度啲飲品相信都滿足到大家嘅需求。食自助餐，我第一時間都係先飲湯，暖一暖個胃。呢個蟲草花螺頭雞湯，啲湯都夠濃，螺頭都夠腍，都好好食。跟住就食凍海鮮，攞晒6款返嚟試。龍蝦嘅膏都幾甘香，肉質都 OK。阿拉斯加帝王蟹同埋雪場蟹腳，啲蟹肉都好鮮甜，好好食。凍蝦爽蛋，螺同埋青口都係正常水準。我覺得凍海鮮整體水準都唔錯。阿拉斯加帝王蟹同埋雪場蟹腳可以食多啲，因為唔食得太辣，所以都冇食到印度咖喱。但係我就中意食印度嘅薄脆，佢啲燒味都好食。不過燒肉個皮就唔夠脆，比母魚都滑，啖啖肉。虎蝦真係好大隻，燒得亦都好香。我朋友就攞咗啲沙律同埋一啲泰式甜品，之前已經食咗一輪，呢碟就係第2碟。佢話質素都 OK 同埋好食。食食下就突然有嘢出現，有哈根達斯雪條，係朱古力脆皮，仲有幾樣嘢俾你揀，有朱古力醬、Oreo、彩虹碎糖同埋花生。你揀咗之後，職員就會幫你。我除咗花生之外，全部要晒。雪條拎返埋位都係盡快食，呢種食法都幾特別。一種雪條有幾種味道，雪條裏面嘅味道就係雲呢拿。跟住去日式區攞咗3款鐵板食物，配咗香蔥醬嘅鮑魚，鮑魚都夠腍，和牛粒熟度都 OK， 肉味都夠濃，鴨肝都好香口，配咗青蘋果就冇咁流。中意食牛嘅都可以攞多幾次。刺身就攞咗3款我中意食嘅，包括三文魚、油甘魚同埋帶子。三文魚食落都幾肥美，帶子同埋油甘魚都新鮮，整體質素都 OK。雖然我唔係食得辣，我都想試下嘅冬陰功，裏面真係有大蝦，湯底嘅椰香味都好濃，酸酸辣辣，中意食嘅都可以試下。香草牛油燒龍蝦，燒得非常之靚，新鮮燒出嚟熱辣辣，又有焦香味。隻龍蝦都算大，可以啖啖肉。食咁多燒烤食物，最好就飲杯凍嘢，泰式椰汁冰就啱晒。又或者可以飲一罐冰凍嘅蘆薈汁。中意飲熱嘅都有香茅薑茶，香茅嘅味都幾濃，飲落都幾舒服。跟住就係甜品生果時間，又有西式又有泰式。新鮮芒果又熟又甜，甜品款式算多，味道都唔錯。食完甜品，為呢個自助晚餐畫上完美句號。今次真係食得好飽，最尾飲翻杯紅茶解一解膩。今次呢個自助餐餐廳環境都好舒適，食物嘅質素都唔錯，今次嘅體驗都好好。講返點樣訂位，今次呢個太子酒店 Safi 餐廳自助餐經 KKday 訂會有優惠價。海陸燒烤自助晚餐逢星期3、4會有提供，星期5、6就係極上海鮮盛宴，價錢有6折優惠，每位531蚊。留意返佢哋會間中做快閃優惠，買1送1，除返開大概每人都係400幾蚊。呢個價錢食自助晚餐就更加抵。除咗自助晚餐，平日都有半自助午餐。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，
就有早午餐，即係 brunch。想試下呢間尖沙咀嘅酒店嘅自助餐，購買連結就放喺留言區，有興趣嘅都可以去睇睇。今次嘅自助餐體驗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